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第4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牧人。伫礼拜日，伫迄个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有提到着，基督徒拢需要被改变，包括先知。但是咱真有可能袂通明白为什么先知需要改变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先知并毋是生落来就已经准备要来做先知，乃是受到上帝的呼召。当上帝呼召人来成做伊传达信息的牧人的时阵，其实真侪人拢还未准备好势。伫圣经中间，咱举几个人，比如讲，这个摩西，伊受呼召的时阵嘛是安尼；以赛亚先知，以及咱今仔日所看见旧约先知耶利米受呼召的情形嘛是拢同款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。记载先知耶利米受呼召的情形。圣经讲，上帝对我讲：伫我赐活命互你以前，我已经选召你，你还未出时，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。我回答：至高的上主啊，我想过年轻。我无有口才，但是上主对我讲：你毋通掠做家己年轻尽力来到伫我差派你去的人的中间，因宣布我的命令，你所讲一切的话。你毋免惊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安尼宣布啦，因为安尼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，对我讲：你看，我要将你该讲的话藏伫你的嘴中。我今仔日授权互你，你着爱万国万民做君奴，拆毁、迫害。该推翻、建立、甲栽培的工作。耶利米的提示的理由，甲摩西的理由非常类似。伊拢讲：哎呀，我的口才无够好。以赛亚先知受呼召的时，伊安尼甲上帝讲：迄时我讲，嗨啊，我灭无啊！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佮住伫嘴唇无清气的民的中间，佮因为我亲目睭看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。咱伫咧受呼召的时，是要来传达上帝的话，甲伊的旨意。咱不但是需要愿意领受呼召，佮较需要真正确、真努力、真诚心、真热诚来传达上帝的旨意以及诫命，并且将这个救恩的福音甲人三角分享。这是蒙恩的人真重要的一个使命。当耶稣基督受难搁活了后，门徒也受到迫害、世界倒传，
因为安尼将福音传到其他的所在去。用英文有一个趣味的讲法，叫做 gather or scatter， 是组织做伙，还是分散去？咱若用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无论是组织 gather， 迄种美好的见证，还是分散 scatter， 所带来福音的果效，拢是袂通甲伊轻看的。使徒行传第2章的记载是门徒因为圣神的关系，组织做伙迄种的快乐，因组织做伙同齐领受上帝圣神的同在，甲上帝的呼召。因伫迄个所在见证了国外的基督，因将福音传到伫当初时耶路撒冷的各国的出外人的身上。当时有数千人受感动，接受了福音，然后受洗成做基督徒。福音就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四散的基督徒来领受到福音的救恩，因领受到洗礼成做基督徒。使徒行传第8章第40到13节的经文记载着司提反受逼迫殉道了后，基督徒普遍受到逼迫，世界倒传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就被带到这称作外邦的地区，包括撒玛利亚。圣经记载讲，遐个分散的信徒到各所在传福音，飞离到撒玛利亚，当地人宣讲基督的事。群众也拢集中精神来听腓利所讲的话，因一面听一面看伊所行的神迹，有侪人去互这个城神附身，这个城神就大声嚎叫，对因伸张出来。有侪破伤的、歹骹的，拢得到医治。撒玛利亚城内底充满喜乐。有一个人叫做西门，伊的射术捌伫撒玛利亚人民中间造成轰动。伊嘛掠做家己真了不起，城里逐街站的人拢真注意听伊讲的话。大家讲，这个人有上帝的能力，是大能的，因为伊久长用射术卖福音，所以因听伊对伊。但是当因信了腓利所传讲关于上帝主权的福音，甲耶稣基督的名的时阵，男男女女拢接受着洗礼。西门家己也相信啊。受洗了后，时常甲腓利做伙，看见腓利所行的大奇事甲神迹，就感觉真惊奇。咱想看卖啊，伫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的记载中间，基督徒、门徒、使徒，拢是因为逼迫来世界倒传，嘛是因为因的信心坚定，将福音的救恩就带到伫撒玛利亚外邦的境内。因为咱知基督徒应该成做上帝福音的仆人，或者是讲使者，就亲像保罗嘛对提摩太所劝勉的讲，伫上帝甲迄位要审判所有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
并伫伊的显现甲伊的主权，我必迫切来考劝恁，着爱传福音，不管时机理想还是无理想，拢着爱传。用上大的耐心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、教导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，就亲像遐个受到逼迫分散到逐所在，也到撒玛利亚的腓利，也是讲这基督徒来讲，因反倒当成做福音的仆人，将福音的救恩分享予外邦的人，成做因的帮赞。对基督教的这个历史来看，基督的信仰拢是伫受到逼迫的时阵分散，然后福音就广传啊。因为有济的基督徒拢愿意成做福音的仆人，透过逼迫借着分散，将福音也广传，并且号召这个初听到福音来领受救恩的人，嘛组织做伙来跟对基督。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。篇幅较长，就请咱家己来读。咱做个基督徒拢是领受上帝的救恩，恳求主帮助阮，毋通袂记这家己的呼召，互阮愿意随时，不管得时还是不得时，拢准备成做福音的使者甲仆人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